赵公子啊，周姑娘留了封信给你，她说她有急事回金陵了。哦，还有这包银子。应是花灯会，离别竟匆匆。滁州湖畔，桃花初绽。晓日相近，半休还半喜。夫子凉亭，陌上芳绿。月下凝露，莫负此春情。莫负此春情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可以去找他呀。老爷已经进去了。哎，怎么走路的？赵公子，小姐，赵公子。哎，娥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到外面去透透气。赵公子，赵公子，喂，赵公子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你终于来了。我是来跟你说一声谢谢的，娥皇，我很快就会去金陵找你的，很快的。好，我一定等你。好。我一定等你，我很快会去找你的。落魄漂泊，却趁姑娘不弃。此生我绝不负姑娘厚爱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各地送来的佳人美女画像全在这儿了。给郡公过目吧。是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民间的老百姓都急着传宗接代，更何况我们是帝王世家。这些女子可都是各地百里挑一的好姑娘，但是最后还是要你来定夺。当然，画像只是个参考，让你心里有个数，免得到了春宴的时候，你自己被搞得眼花缭乱。这位是王珊，16岁，江夏人，太常博士王致庸之孙女儿，5岁能诗，6岁能文，读书百册，尤善典籍。宣纸厚软，墨色渲染浅淡得宜，笔触细腻。这是仿钱塘张轩画派。这位是周娥皇，17岁，容貌脱俗，气质娴雅，前左相周宗之女，善音律，工诗文，尤长于武艺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这个周娥皇，我听你的父皇说起过，说她的舞跳得好，人是长得又漂亮又大方。
粉光细致，滑如春冰，纹理细密，就像春蚕之茧。你说的是她的皮肤吗？在这幅画里看得出来。我说的是这绢纸，这是新的绢纸，细墨家晕得恰到好处。这是周文举画的，本朝人物画的最好的就是周文举了。母后是让你在选妃，不是让你欣赏画作。母后，我还小16岁，春秋正盛，历代帝王都是在这个年岁大婚，不算小了。再说了，这也是我和你父皇的意思，我得找个人拴住你的心，要不然你的心性就不定。你要是自己不选的话，到时候只好让你的父皇为你指婚了。长公公，您知道皇上为什么邀我们这些人来春宴呢？这还用说吗？你们每家都带了俊俏的千金入宫，你说皇上会是什么意思？六皇子长大了，该是时候成亲了。长公公啊，请您笑纳，我们家娥皇啊，还请您多多关照呢。啊。姑娘请坐。都按自己的名牌找好座位，别弄乱了。六皇子安定郡公很快就过来了，各位可先用点点心。也许今天就是你们这辈子唯一一次进宫的机会，各位就别客气了。不对呀，郡公，这不是去养生殿呀。我没说过要去啊。可皇上这一次春宴是特意为了您，您不去露个脸儿，那怎么行啊？也对，不能让他们饿肚子。不如这样吧，你叫他们先用膳，就说我一会儿陪他们品茶。郡公，我快去快去吧。是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哒哒哒哒滴。我觉得这样接比较顺，所以，哎，你怎么没在大厅吃春宴啊？哼，你家小姐在里面，你就跑到这里来撒野，你胆子可真不小啊！你知道什么啊？我是脚上的蝴蝶真好看，你的手也很好看，又白又修长，这叫漂色玉纤纤。不许笑，你可真够大胆的。这是在宫里，你居然敢调笑我！我可是皇上和六皇子请来的客人，要是我到屋里去告你一状，哼，就有你好看的。既然你是客人，那怎么不到店里去呢？因为我讨厌像货品一样
被人挑来拣去。哎，我想到了一个地方，我带你去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谢天谢地，我以为您又跑了呢，我的郡公爷。陈州见过安安定郡公。快起来吧！谢安定郡公。朕当初就说过，周相国的这个千金，跟六皇子从家是匹配的，一对金童玉女，有兴趣相投，啊，真是难得。知音知音，能得知音为人生伴侣，可遇而不可求啊。从家，这可是上天的恩赐，你们俩可要知恩惜福。啊！我早就听皇上说了，相国的千金是才貌双全，我和皇上都很满意。你表个态呀！知音难得，从家愿敬娥皇小姐一杯。谢安定郡公。你还得先问问相国夫人，他们家的小姐有没有许配给人家？没有没有，娥皇从未许配他人。是啊，小女尚未许婚。女儿家害羞。好吧，你们回去准备准备，选个好日子让他们成亲。哦，谢皇上恩典。你这个死丫头！我打死你！让我打死你！打就打我吧，快晴儿！什么好事啊？为什么不怪他呀？就是这几天就认识个男人，这种事情传出去那还得了？你给我让开！大伯，你拉开他呀！小姐，我拉过去啊！死丫头！娘，我打死你！别打了！够了！晴儿，萨婆啊，你怎么样？把晴儿带下去。是。晴儿，起来吧。晴儿，来。娥皇，六皇子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，也是我们周家的福气。堂堂皇子你不嫁，你要嫁浪人。我从小让你读四书五经，学琴棋书画，你都读到哪儿去了？非要嫁个浪人？他不是个浪人。不是浪人是什么呀？啊？流浪了快5年了，还没混个一官半职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他的能力和抱负啊？是北国兵荒马乱，他时运不济而已。他时运不济，那别人怎么不会呢？北国一连改了几个朝代，为什么人家冯道就能连当几个朝代的宰相呢？乱世中不识时务，我看他这种人呐，就是好高骛远，空口说白话。你跟了他，迟早会饿死的。女儿要他来咱们大唐发展，那更不行了。他是北国人，你就不怕他是个奸细啊？啊！你还想赔上我们周家9族人的性命不成？哎呀，看你扯到哪儿去了？这娥皇啊，她是个懂事的闺女。我是怕女儿涉世未深，上了人家的当。我这不是为了周家的名声着想吗？真是不知好歹。娥皇，你看这……爹，您从小就教女儿要信守诺言，可女儿说出去的话，您叫我怎么收回嘛？爹，等那个人来了，您看看他好不好？如果连爹也觉得他不好的话，那女儿就听爹娘的话。好，爹听你的。
爹。楚若城，后会有期了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臭小子，看你往哪儿跑！给我拿下！给我搜！是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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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皇子来信了。你知道我等的是什么？晴儿当然知道了，可是小姐，小姐，人家都说啊，六皇子文采特别好，我们还是把它打开看看，里面究竟写了些什么吧。你那么有好奇心，那你自己打开呀。我，寻春须是先春早，看花莫待花之老。缥色玉柔情，胚服展面青。何妨凭笑灿，尽愿春归晚。同醉与闲平，诗随结古城。小姐，寻春须是先春早，看花莫待花之老，这两句容易懂。可是缥色玉柔情，胚服展面青是什么意思啊？脚上蝴蝶真好看，手也好看，又白又修长，这叫缥色玉纤纤。管它什么意思呢？晴儿，你说我都等了那么久了，他到底会不会来啊？小姐，难道他是真的忘了我们的约定了？
小姐，不会的，也许他正好有什么事情，暂时走不开。小姐，六皇子他人那么好，又斯文又有才气，还是皇家贵胄。青儿真不明白，你心里为什么老想着赵公子啊？没有为什么，这是缘分。我和他有缘在先，除非他不是真心的。晴儿，我担心爹娘不会让我等下去的，你能不能再替我去滁州跑一趟？我想知道他到底怎么回事，他还会不会来？好吧，晴儿就去。这。厅堂葫芦，厅堂葫芦哎！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花灯会那天，周姑娘要留信给她的那个人是不是？对，就是那个赵公子，他有没有来过啊？他早就走了，当天拿了信就走了。那老板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他去哪儿啊？他去哪儿？哎呀，没什么印象。奇怪，他会到哪儿去了呢？哦，你醒了。哎呀，你终于醒了。你受了箭伤。大夫啊，在你身上剜去了一块肉。大夫说，你的伤很重，要我每天给你换药。现在你知道痛就好了。你是谁呀？我叫樊西江。我们父子两个在打鱼的时候啊，看到了你。不知道你在水里泡了多久，流了多少血，还担心啊，你活不了呢。谢谢你。不谢。哦，若水啊，给这位大哥哥煮碗鱼汤去。哦，是。小姐，怎么样？他已经离开滁州城了。多么希望能上这艘船呢！要不是那帮人，我早就见到娥皇了。匡胤，如果你急着要见哪位朋友，你就写封信，我帮你送去。不，他知道了，肯定会担心的。我不想让他担心。可是你的伤不轻啊，不会那么快就会好起来。我想不会太久的，我会让自己尽快好起来。老爷。啊，晴儿，你先下去吧。啊。是。这是新曲，爹没听过呀。我只是胡乱弹奏的。女儿啊，你是爹的骄傲。我找不到他。我本以为他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男子汉，可是他现在无声无息的。是我认错人了吗？爹呀，虽然不认识他，但我情愿相信他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不管是什么理由，我们都要尊重他的决定，不要抱怨，懂得在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。这样啊，这段感情才值得怀念。女儿啊，你好好想想，当初他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这就够了。也许
是老天爷的安排。算一算，我们给他的时间也有3个月了，不负他了。女儿啊，这是六皇子啊捎给你的信。云一郭，玉一苏，淡淡山儿薄薄罗，清平霜带连。秋风多，雨相和，帘外芭蕉3两颗，夜长人奈何。要我说呀，谁配得上我家才女？这除了六皇子之外，还有谁呀？哦，皇上也说了，知音难寻，能得一知音为一生的伴侣，这也是人生难得的福分啊。女儿啊，你想一想，这人世间能有几个人有你这样的福分呢？你呀，可要知恩惜福啊。我一片真心对他，谁知他杳无音讯，我连要为他说话，为他坚持，都没了立场。这件事啊，皇上已派人打听过几回了，你母亲也催得紧，我要进宫去回复此事了。啊，女儿啊，这件事不能再拖了。娥皇，等我，你一定要等我呀，娥皇。啊，把这些书啊放到里面第3层。是。这些呢，全部放到最上面一层。是。好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啊，放在这里就可以了。是。等一下，把书呢全部放到这里的书架上去。是，知道了。哎，左边第2层。对对对，啊。郡公，李廷贵着人送来一方彩安香墨，说这是他的新品，让您试一试。墨香四溢，兼而有光。厚德，赶快去把龙尾石砚还有诚心堂纸拿来，把墨磨了，我马上就要试试。是。这有而能润，试笔不焦，入纸不化，墨色如漆，墨香四溢，简直是墨中之宝啊！哎，这李廷圭的廷圭墨，可跟我的龙尾石砚和这个诚心堂纸并称为大唐的文房3宝了。是，郡公，听说啊，李廷圭还说这墨久不褪色，说是天下1品呐。他当的。从今天起，这笔墨纸砚就代表了我的言语，而这万册书就是我的粮食，这书斋就是我的天地。你打算永远把自己窝在这个小天地里啊？母后，参见皇后娘娘。儿臣不知母后到来，请母后恕罪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怎么，在这些书里是有蓝天还是有丽日？母后，我跟这些书交往，比跟人来往简单多了。至少不用害怕说错话，也不用怕被人误会，更不用去管别人的勾心斗角。你是母后的好儿子，母后了解。不过母后还是要劝你一句话：如果是住在海边，难免就会听到浪涛的声音；如果你嫌它吵，那它就是噪音。
你要是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，慢慢就会习惯了。母后，怕晕船，还得下海捕鱼呀，更何况是区区的浪涛声。你生在帝王家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，懂吗？你说，你这一方书城，他们能围住什么呢？他们能围住涛声、噪音，但是他们也围住了你看外面的视线啊，不是吗？当然了，母后不是要你去掺和他们，我是怕你自己太孤立了。母后给你带了个好消息，周家回话了，内侍省也挑了下聘的好日子。记着，定了亲，可就是大人了。是。周相国的千金是个好姑娘，日后要好好的对待人家啊！谨遵母后教诲。皇上，湖南既然流言可以控制，不如就以招安纳福，让流言成为一方之长，管理该地。皇上，兴兵作乱是何等的大事，将士在外一不如意，就起兵要挟朝廷，此风断不可长。皇上，臣赞成出兵。皇上，臣赞成增援出兵，一举歼灭流言。皇上，臣赞成安抚，反对出兵。你们两个相持不下，这叫朕如何裁决啊？洪基，你去过湘南，你怎么说？启禀父皇，儿臣觉得他们说的都在理，不如让冯延巳和孙胜两位大人一同商量一个可行的办法。燕王，你好了，这件事你就不要再争了。冯延巳、孙胜，你们二人既是左右仆射，同平章事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去办吧。臣遵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燕王，燕王，你是武将啊，你很清楚这场仗该不该打，你怎么能向皇上做那种谏言呢？大唐不是皇上一个人的，他是我们李家的。这相楚既然已经拿下，又岂能将他任意的丢弃呀？孙胜、常梦溪、萧炎这些老糊涂不懂，你岂能不懂？你还是不是我们李家的子孙呢？皇叔，在皇上面前，刚才大家都说得很清楚，拿相楚容易，可是拿下之后呢？你要是觉得这一仗非打不可的话，那你应该责成冯延巳、孙胜两位大人促成这件事情，不应该来找我。找错人了。皇太弟，这件事皇上已经交办了，不是吗？燕王，你明明可以秉公在皇上面前说一句话，皇上就可以下旨出兵了。可是你只问立场不问是非，你公然瞎说。国家大事，岂能党同伐异，昧着良心呐？燕王，国家利益被践踏于个人利益之下，受伤害的岂止是个人呐？匡爷，这把剑也不是什么好剑，放在这儿我也用不上，你就拿去做个纪念吧。大哥哥，你要走了吗？若水，我要走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有空一定回来看你的。樊大叔，多谢救命之恩，赵匡胤永生不忘。哎，起来！匡胤，你去吧，将来有机会把这孩子带到陆地上去，
薛骑马。是，赵匡胤感激在心，绝不负大叔所托。若水，大哥哥走了，大叔再见。若水再见。再见。慢走。走了。大哥哥再见。吉祥如意翠绿灯台一个。有。龙凤并体金酿红宝瓶一对。有。金星绕月碧桃玉环一对。皇上皇后圣安。皇上皇后圣安。皇上您请看。这是我为从家备的礼单，请过目。我听说周相国的千金才貌双全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所以我就特地把从家的金错刀法的墨竹画宝也放在了其中。还是皇后细心呐。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。是。这半年来，湖南失守，金陵大火，汉皇民饥，没有一件事不让人烦心呐。总算有从家的婚事来冲冲喜，让人舒心呐。皇后，把他们的定亲大礼办得热闹一些，也让金陵的百姓们沾沾喜气儿。皇上您放心。六皇子来了！六皇子来了！是啊，哎，请问一下，今天什么日子？这么热闹啊？今天是六皇子定亲的日子。哦。但愿我赵匡胤也能像这位六皇子一样，这么意气风发的，向娥皇下聘。原来是李六啊，他就是唐国的六皇子啊！哼，怪不得他一身贵气，不知人间诡诈。哎，今天他定亲，我应该前去跟他道个喜啊！哎，李六，李六，干什么？李六，哎，我是你们六皇子的朋友，我叫赵匡胤呐。哎，李六，就凭你，让开让开，别误了六皇子下聘的时辰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六皇子要娶的千金是哪一位啊？我好去那儿跟他道贺呀。是周丞相家的千金周娥皇。你说哪家的千金？周丞相家的千金周娥皇。娥皇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里边请。哟，张老板，您也来了，哎，快，请里边休息。小姐，老爷他说您要是不愿意呢，就可以不用下去，让那些官夫人啊。小姐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晴儿，我现在要走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？哎，小姐，晴儿求求您了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您就不能再说这种话了。再说六皇子送聘礼的队伍马上就要到了。晴儿，我才不可以这样呢！赵公子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如果当初是我许下的承诺，我不能自我毁约。哎，小姐，你要到哪里去啊？你要为了那个不知在哪的人，放着我们周家的颜面不顾，放着皇上的圣旨不理，一走了之？你要走，我也绑不住你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你要是悔婚，就得赔上你爹和你娘这条老命。我们不用等着皇上降旨处分诛九族，你一走，我和你爹即刻自行了断，向皇上谢罪。你真的为了那个人不顾爹娘养育之恩，那你就走吧，我绝不拉你。
小姐，小姐。娥皇，你为什么不等我呢？那你现在不是多了一个我这样的朋友在陪你吗？我们只做朋友吗？我很快就去金陵找你，很快的。好，我一定等你。好，我一定等你。不能怪你，是我自己来迟了。可是，我不能就这么放弃。大丈夫要来去分明。既然来了，也该松缓袖帕，当面把事情问清楚啊！让开！让开！好，后退！燕王来了，让开点！让开！让我前进！燕王，您到晚了。向您道喜，永远都不晚呀！恭喜恭喜啊！多谢多谢，快请进，大家呀正在作词助兴呢。哦，皇太帝和冯延巳那帮人也来了啊？是。瞧您老办喜事儿，大家本该都来道贺的，不是吗？燕王，快请进。走，请。哎，玄大人等不得靠近，让开让开！与君同饮金杯，饮于香曲徘徊。此地小桃将发，轩车墨砚频来。冰散依兰生碧爪，寒在梅花先老。清丽而不黏腻，意境深远。好词啊，从家佩服。多谢安定郡公夸奖。除了圣上，从家和冯延巳正是我朝文采最风流的两个人，你们两个人应该时常相聚，互相切磋切磋。六弟，你和冯大人文采相通，倒显得大哥我粗俗不堪了。什么时候你也拨点时间给我教教我，好让我也能和你相通啊。大哥，你怎么突然之间对诗文有兴趣了？那不过是一些吊书袋、酱缸酸腐的东西。燕王，你我都是武将出身，你不会真的对什么诗文感兴趣吧？我猜你肯定是闻到了从家和冯延巳书袋里酱缸的酸味儿，肚子里泛着酸水儿，非得找点什么东西压压那股酸吧。从家那是我的六弟啊，我们兄弟俩的感情一向都是很好的。他要是和什么人走得近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泛酸水呢？我倒是要请教一下冯大人，轩车墨砚频来。冯大人，周大人久离庙堂，我六弟又不喜欢我们那些狗皮倒灶的事儿。你若是常来，是否该问问周大人和我六弟，他们厌不厌呢？是，下官失礼了。周某啊，我老了，我既无安定郡公和冯大人傲人的文采，也不及皇太帝殿下和燕王显赫的武功。今后各位大人想到我周某人，随时欢迎到府上来喝茶。老夫既告老还乡，今后朝中大事就只有仰赖各位大人替皇上分忧了。啊，啊，六
六皇子，久闻您的画作自成一格，今天周某斗胆，敢以岳父的身份邀您当众挥毫，让大家一饱眼福，不知意下如何啊？岳父说的是。厚德，备墨。浪花有意千重雪，李六，他在扇子上画什么？娥皇，你在哪儿？我一定要见到你。秀阁，娥皇应该在上面。三位大人，里边请。好，行了，我们自己进去吧。是大人。嚯，这六皇子下的聘礼，礼数还真周到啊。哎，是啊。往这边。左相说让我们在后花园见。哦，大哥，左相，扎大人，冯大人，干什么去了？耽误这么长时间。哦，大哥，我是急着问你们，那件事后来怎么样了？找到那个管闲事的人了没有？大哥，你说的是半年前被我们杀掉的那个人，不然我还担心什么呀？那个人已经死在大江里了。你确定那个人死了？他不是燕王同党的人？应该不是。那个人对滁州不熟，听口音像是北方来的。那就好。李弘基已经联手孙胜、萧炎、常梦溪、韩熙载几个老家伙，在筹备立他当太子。皇太帝被他逼得没办法。那皇太帝有没有下一步的做法呀？非杀了他不可。李弘基一日不除，皇太帝的皇储之位就充满了变数。要是有一天真的让燕王登了基，你我还有活命吗？原来是个皇储之争的大秘密。我怎么这么倒霉，碰到了这群人，又听到了不该听到的事儿？什么人？哟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没死啊？哎，我先声明啊，我呢是个北方人，我谁都不认识，你们的话我也没听见，你们的事儿呢，我更没有兴趣介入，恐怕由不得你了。呀！哎，今天可是人家定亲的日子，不要破坏人家的喜事啊！你别追了，李弘基就在大厅，你出去怎么跟他解释？真丢人！枉费你还是个监军，监什么军啊？你连个人都抓不到。马上派人跟去，绝不留活口。是。左相息怒，先想一想，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儿出现？难道他认识周宗？如果这个人和周宗有关，周宗必然会知道我们的全部事情。可是，看周宗不像啊。你们慌什么？此事我自有安排。记着，凡事小心，不要再给我添乱子了。是。哪儿去了？想不到唐朝廷朋党横行，内斗这么激烈，这个国家到底还能撑多久啊？六弟，我今天给足了你面子，可是你却让我在众人面前丢脸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大哥，你知道我一向有一说一的，我从不针对任何人。行了，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，
我只是要你清楚，我是你大哥，你必须站在我这边。大哥，我早就表明了心迹，我对皇位没有任何兴趣，更不想卷入你们的争夺之中。你跟皇叔都是我关心的人，我不想看到你们为了皇位，到时候连亲人都没得做。六弟，我们都是异母所生的同胞兄弟，难道你我之间的关系还比不上你和皇叔之间的叔侄关系？我要怎么说你才会明白呢？我根本不在乎将来是谁继承皇位，我也不想跟任何人结党结派。我没有力量去影响任何人。今天就算我站在你那边，我也帮不上你的忙啊。不，你可以帮我，我只要你在父皇和母后面前多替我说说好话，你多说一句，他们就能多听一句。我要父皇立我为皇太子。大哥，好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你帮我，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我抱着满怀的希望和抱负而来，如今却只能望门兴叹。想见的人见不到，该还的羞怕也还不了。哼，却无端撞见那些朝臣的阴谋。唉，看来我与唐国注定无缘呢。不对呀，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娥皇啊？她就要嫁给李六了，今后朝廷的事都与她有关系啊。你是谁？那个北方人呢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来人！原来还真有大事在暗中进行啊！啊！大人，你醒醒啊！大人！啊！老爷，夫人，快来呀！老爷出事了！哎，老哥，你别乱叫啊！你快来照顾你们家大人，我替你们去追凶手啊！哎呀，夫人，老爷，哎呦，老爷，老爷，哎呦，快！哎呀，把老爷扶到房里去，怎么回事？来，老爷，小心，小心呐，小心，快，小心点，小心呐！夫人，就是他把老爷打伤的。啊？哎，不，夫人，你千万不要误会啊！我一进门就看到周大人已经躺在地上了。快把他送到衙门去！哎，夫人，你真的是误会我了。我是来找娥皇小姐的。哦，我有绣帕为证啊，这是在滁州城的时候，娥皇小姐亲自送给我的。你看。撒泼，先把他带到西院柴房。春国，把他带走。是。哎，夫人，走，夫人，哎，走，哎，你们听我解释啊！带走，哎，走，快走！哎，撒泼，交代下去，这事儿不准传扬出去。夫人，我知道。我先去看看老爷们。老爷，你有没有看清楚，是谁伤了你啊？啊？是个黑衣蒙面人。这么说，是我误会人家了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夫人，大夫来了。哦，大夫，快请。请。哦，好。哎，周夫人。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老爷的事我可以不追究，
但是，你跟娥皇之间到此为止。周夫人，这老爷的事儿跟我本来就没有关系的，我来，只是想见娥皇一面。我们相识一场，有些话，我想跟他当面说。不用了，我不管你们是怎么相识的，都当过眼烟云。你不认识娥皇，娥皇也从来没有见过你。娥皇他今天跟六皇子定亲了，我不希望他将来受别人议论。好，为了他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不再见他了。不过周夫人，请你把娥皇的绣帕还给我，那是他亲手送给我的，我想留作纪念。留作纪念？你还想打什么歪主意啊？哦，你想将来威胁他，还是勒索他，还是向别人炫耀啊？周夫人，我赵匡胤做事一向是光明磊落的。光明磊落？你还半夜翻墙到我家，你勒索老爷不成，便下手害他。我已经不追究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你大可不必对我宽大为怀，你尽管把我送到官府里去，我相信衙门自会理出一个是非曲直来。你就是想让娥皇闹出笑话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周夫人，你不可以这样侮辱我。娥皇对我有情，我是为了这份知遇之情而来的，我对他是一片真心呐。你看看你自己，你有什么资格爱我家娥皇？你凭什么爱娥皇？我们家娥皇是跟皇家六皇子定亲的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不配！如果你看重的只是皇家这2个字的话，你才不配跟我谈爱这个字。周夫人，如果六皇子他不是皇家子弟，你会允许娥皇嫁给他吗？她是我的女儿，我不用别人说3道4。如果我赵匡胤也是皇家子弟呢？你会连面都不让我们见吗？我赵匡胤虽然今天时运不济，穷困潦倒，但并不表示将来我也是一事无成。你可以不允许我见你的女儿，但是你没有必要这样践踏一个人。我可以永远都不见娥皇，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，她是唯一让我动心的人，我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她的。好，这是你自找的，你听清楚，娥皇，你是一辈子得不到，别妄想了。萨婆，把帕子烧了。把他弄走，别让他再回来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小姐，快点儿，应该是在后门。萨婆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我看见了，是你的绣帕。晴儿，要你多嘴。小姐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人呢？他人呢？小姐，夫人吩咐，夫人不让说。萨婆，他人在哪儿啊？你快说呀！小姐，他，晴儿备马。是。驾！扔下去，住手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都给我回去！都回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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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娥皇。
什么让我等了那么久？你为什么现在才来呀？因为一言难尽呢。啊，不过那些事都已经不重要了。我来了，我看到你了，我依约而来。迟了，事情都已经变了。变了？是你变了吗？怪我，这一切都该怪我。当初我应该让你知道是我出了意外。为了不让你担心，我拒绝了樊大叔为我送信的美意。在船坞一住就是半年，没想到，娥皇，对不起。也许是我们没有缘分，能够再见到你，知道我没有看错你，看到你平安，就是我最大的安慰。不，你千万不要说这种丧气话，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只要我们还有一丝机会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一切都已成定数，扭不回了。不，扭得回。不管前途多么艰险，我都能克服的。缘分天注定，半点不由人。不会的，命运是要靠我们自己掌握的。走，我带你去北方，现在就走。到了北方，我会有一番作为的。你相信我，我是你慧眼中的英雄，我是啊。是，你是，你一直都是。可是我